哇，好難喎呢個，哇唔係喎，呢張先係真嘅嘛？呢張係嘛？咦唔係喎，哇你又話好輕鬆嘅，我唔識啊！嗰件作品嗰一刻有冇某一個觀眾 connect 到嘅啫？即係其實好似拍拖。你應該係可以馬上進入到作品。我要。OK。藝術係好無邊無際嘅嘢，但係技術會有好多限制㗎嘛。係。譬如話預算唔夠啦，呢個係有㗎啦。咁所以喺你創作過程中，技術對於你嚟講更加多係一種限制，抑或是係靈感咧？呢個都係一個好嘅 example 嚟嘅，因為我哋有個偏見就係藝術係好感性嘅，然之後科技係好理性嘅，但係其實咧好多即好多好勁嘅藝術作品咧，其實都好理性。咁咧亦都有好多人用好理性科技咧去做一啲好感性嘅嘢。即我諗好多媒體藝術，我哋都成日以為覺得藝術與科技或者媒體藝術就係啲高科技嗰啲嘢。但係其實電影或者即錄像咯，可能要技術含量高少少嘅作品嘅話咧，有陣時候咧呢個關係咧反而係一個互動關係，即係佢技術上面嘅限制，反而係對個創作嘅一種回饋。喺嗰個過程裏邊咧，你知道原來呢個技術有呢一個限制喺度，又或者呢個限制其實係即係呢個限制有兩種可能性。一種可能性就係佢真係本身個技術就已經係咁啦，即係你突破唔到佢啦。咁呢個係佢先天嘅限制。另外一個限制就係用嗰個本人唔識用到佢盡，即係唔識用嗰個技術。咁呢個都係一個限制。但係呢兩種限制反而係有陣時係即係你創作之間嘅互動嚟嘅。原來佢有咁嘅限制喺度嘅，會唔會試下兜一啲路？有可能逼翻啲新嘢出嚟。係啊，好多時都會係咁嘅。咁有冇一件即係你自己嘅作品裏邊，有冇一件作品係因為技術嘅限制，反而變成咗一個更加好嘅作品？我有大把啦，其中一個我自己都對我好重要嘅作品係叫做 One Day Social Sculpture。嗰個係因為我想佢每日做一條雕塑出嚟，咁我就用嗰個切割嘅機械操作去諗翻轉頭，究竟我呢個雕塑響呢一只係做到切割，或者高低左右旋轉呢一啲咁樣嘅限制之下，我仲可以做啲乜嘢咧？係咪真係啱我個 concept 咧？咁變咗倒翻轉頭就係、原來佢可以咁玩，即嗰個視覺，我加多咗即我自己做嘅機械臂啦嗰陣時，又可以再玩多少少嘢，咁就倒翻轉頭變咗超乎咗我原來嘅諗法，創造咗更加好嘅嘢出嚟。係。